高雄市这个南投埔里的山城派对马拉松，因为疫情停办2年，今年恢复了，定10月16号要来举办，特别规划全新的路线，搁要带大家走起哩国道6号。 因为疫情停办2年，埔里山城派对马拉松今年会伫10月16举办。主办单位嘛专工规划全新的路线。咱埔里有一个国道6号吼，真正好的这个风景吼。 所以讲，透过咱蔡培慧博士吼这个沟通协调，咱照程序行吼，来会当即届好，咱的这个跑者会当上咱的国道6号。这摆路线，互大家会当来走国道6号，除了会当运动健身，嘛会当欣赏美丽的风景。难得有机会跑上国道，然后透过国道的那个高架桥的高视，就可以看到整个大埔里地区的美景。 即马已经开放报名，包括全马、半马、12公里挑战组和3.5公里亲子组，请民众好好把握机会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